咱的这个都是公平，但是咱的这个公安党，我讲有因何方面才能降调的，这里的上调有什么是欧文大调的？我们有的困难，男人对这些高阶头上有的有一点，我发现这样。这个拢是一段呀，拢是经验不经验的。因然后在这个时间，咱能变成公平的这个光明的本能德性，这个都是你自己的，而且自己的的违宪呢，来不是违宪的呢，公平不平，这公平和不平的从爱或者就是不平，但是每个人这边来或者。违宪的不是直接进入三年不服了，咱在这里边时间量就是为了，这就是这公道不平，这是道公道平。下当可能就係呢啲係真正係有呢個公平嘅，下當當中嘅公平，係從啊呢個我話，但係話可以咁嘅條件關係，都屬於都太有問題啦，太有東西，呢個話就點樣喺方向邊？做了他按揭了过去，中大多太阳星这个解放他钱，就不给公司发达了，要发货了。这三股公平一定要保密，这个公平，这种公平，这三些货，就基本不给公司，可以跑分了，你把这三股跑。说你的光在哪里收敛？你的气势有多强，有多近，多久？你的光明就到多久？这地方挂在国位，跟我国位，它的光明可以补到3天、大天世界太阳光还是平常的光，没有。太阳光那个蝙蝠跟它跟黑，那么太阳在跟太阳光那个壁虎跟它跟，所以佛它能够在哪里，它就补到哪里。世界都得光明，太光明，所以说得这个是无用无边的。空无用，地无用，心无用，时间无量，它无量光无量寿，就是它的福无量，它的智慧无量，它的寿无量，它福报无量，用这些什么？但当今咧爱呢，就是种旧嘅嘛，你别以为咱教会所在，系讲今天讲嘅，这就是一种公平理。所谓为这个怎么样？提供表现就是本能，走廊就廊是天书，以前我们其他书。比你为先，那你把那个你听我你这不得先啦？啊，我那个方面你要讲我听啊，我那讲对呀，我听不得。所以首先公平，你奉献多少，付出多少，行多少，你自然就会得多少。这个不满意的。啊，自己的报纸好像他在后悔啊。得不是得，得就是得。这样子去搞，得